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针 AZ 疫苗。台湾注射状况是无正理想，指挥中心来公告，要开放予一般的民众家己开钱去做。就为今仔日，就为早起的10点开始，民众就会当到31间的专职病院去预约注文。后日21号就会当开始做咯。这个注射费用，医学中心是600块，区校这个区域的医学病院是550块，那地区的病院是500块。门口打注新冠疫苗要注意的代志，这是阿东病院开放予民众来注疫苗的所在。15号透早10点开始，全台31间病院开放民众开始登记，21号开始注射。针对于自费施打的民众，大概都是针对商务人士，有一些出国的工作需求，或者说有一些留学生，他们有出国留学的需求。人数目前算是只能说就是非常的踊跃，然后我们也还在一直在看说有没有办法去加开一些诊次呢。目前病院开放登记的状况，阿东病院有240个人，台北马街455个人，佮有台中病院、成大病院、联合病院，一礼拜登记的人全部拢满。病院收费标准：医学中心600块，区域医学550块，地区病院500块。不过注疫苗了后，偌久才会使出国？医生建议。国外的一些资料大概也是说5到14天内，是有可能发生这个极罕见的一些血小板低下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也会建议是说，民众最好是在施打过后，过了2周，一方面是观察副作用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看说我们疫苗接种之后，身体也需要一段时间来产生保护力，约莫7到14天。AZ 疫苗扩大注射，就看敢会使赶紧把即卖的AZ 疫苗拢注射完。